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5月13，那奉书1章7节安尼讲：上主至善，伫患难的日，伊是避难所。伊照顾所有倚靠伊的人。三甲来祈祷，伫患难的日，做阮避难所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光，是阮的拯救，阮还着惊之罪。主啊，你是阮活命的气力，是阮性命的保护，阮还要惊之罪。主啊，虽然有济艰难伫阮的四围围阮，阮也毋惊。虽然困难重担毋离开阮，阮悠然自在，因为你要成做阮的盾牌，保护阮，互阮伫你的内面得到坚固。主啊，你所想事的，毋是灾厄，乃是平安。你无爱阮受苦，你亦爱阮享受你同在欢喜，因为你是好。伫患难的日，你是阮的避难所，你照顾所有倚靠你的人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